之前小弟有集講巴士，就係講一啲營運好差、客量低下嘅路線。不過其實呢啲所謂嘅頹線都仲有唔少，所以今日就嚟個 Part 2，講多幾條門可羅雀嘅巴士線，講講呢啲路線嘅歷史，同埋因為咩因素落得今日嘅下場。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開始。第一條我要講嘅路線就係九巴 43M， 都唔知係巧合定係咩。43M 呢個編號兩大巴士公司都有用，同時間兩條都係客量較差嘅路線，所以上條片講完城巴 43M， 今次就講九巴嘅。荃葵青因為人口多，同時好多地方都遠離鐵路或者主要嘅社區設施，所以唔同屋邨都會有自己嘅接駁路線，接駁比較市中心嘅地方。通常就係荃灣、青衣同葵芳。葵芳嘅商鋪、商場都比荃灣同青衣集中，同時物價普遍都會平啲。加上葵芳近啲九龍，同時荃灣線比東涌線覆蓋較為全面，所以葵芳都係唔少人接駁鐵路嘅首選。因為以上嘅因素，接駁葵芳站嘅短途線客量普遍都係標青嘅。所謂葵芳 3M 線，即係 31M、36M 同 235M， 全日大部分時間都做到個位數班次。其實 43M 嘅營運模式同呢啲路線都係大同小異，就係服務長康同長青村來往葵芳站嘅市民。不過佢同葵芳 3M 線就有天淵之別，一直都冇俾九巴重視，係青衣最後兩條全空調服務嘅路線，同埋依家全日大部分時間開緊25到30分鐘嘅班次。明明接駁葵芳站係一個唔錯嘅 formula， 點解葵芳 3M 就長做長有， 43M 就冇人 show 佢？首先就係因為葵芳 3M 冇咩直接代替品，就算有小巴競爭，巴士都可以憑頻密嘅班次贏得乘客。不過 43M 就冇咁好彩啦。首先巴士方面，長康同長青係有43同43A 做接駁，雖然理論上佢哋係分別接駁荃灣同東北葵，不過因為道路設計，佢哋都係會經過葵芳，同時班次亦比較頻密。不過要公道咁講， 43M 都有自己嘅優勢，因為佢係會深入葵芳站總站，而 43A 只會喺葵芳外圍停站，冇咁方便嘅。加上兩線車程較 43M 長，車費都會貴啲。雖然只係一個幾毫，但都可以證明43同43A 比唔係冇優勢，所以未完全解釋到點解 43M 咁弱。而 43M 客量咁差嘅主因，其實係小巴嘅競爭。小巴嘅優勢就係上滿就快快可以開車，然後利用車隊快速運轉，做到極度頻密嘅班次。呢種模式應用喺短途線特別有效，好多標青嘅小巴線都係用呢種方式賺到盆滿缽滿。港島代表就有小西灣嘅 47M， 九龍代表係樂華嘅 22M， 咁新界代表就要數長青長康嘅呢條 88D。 呢條小巴線同 43M 服務範圍嚴重重疊，而且靠車海戰術同直接嘅走線吸引到唔少乘客，加上價錢都只係貴 43M 少少，令居民偏向會等 88D。 正因為咁，雖然接駁葵芳嘅線普遍都會好客，但都要考慮路線嘅競爭激唔激烈。就算小巴滿座上唔到，都有 43A 執雞，所以所有嘅乘客都已經俾小巴、巴士分得一乾二淨，令 43M 淪為頹線。第二條我要講嘅路線就係城巴76。76係一條走線好原始嘅路線。路線開辦嘅1980年未有香港仔隧道，要由南區出港島北部，就要行南豐道或者薄扶林道。所以今時今日啲香港仔隧道路線，例如38、72，甚至係170，當年其實都係咁行。不過隨住香港仔隧道喺1982至83年開通，上述路線就隨即改行新路，令昔日繁忙嘅南豐道得返 41A 嘅前身41同依家講緊嘅76。香港仔隧道走線直接，各巴士路線改行之後，令76跌咗唔少客。就以巴士大典揾到中巴1985至86年做嘅客量統計為例，76號月均乘客量係138646人次，
而同期行香港仔隧道嘅38號月均乘客量係499195人次，足足3倍有多。當然，走線取道落伍嘅南豐道的確係76成為頹線嘅主因，但同時仲有其他因素加速呢條路線嘅衰亡。香港其實好多路線都係行傳統路段，但仍然都係撈到風生水起，例如64K、九巴81，甚或係同76一齊行南豐道嘅41A，雖然算唔上係咩大線，但仍然有屬於自己嘅熟客、獨有嘅角色，同佢仲有啲距離。76同41A 最大嘅分水嶺就係41A 係去北角，76係去銅鑼灣。因為道路設計，41A 上咗南豐道之後，行大坑道經勵德邨嗰邊落北角，其實走線係幾直接。加上香港仔隧道嘅飽和，塞車司空見慣，所以有少數華富或者香港仔嘅居民，如果等唔到38、42或者為求車程穩定，就會搭41A，令41A 喺南區可以執到少少雞。加上大坑道一帶嘅乘客，如果坐41A 落北角，會方便過坐要行銅鑼灣嘅63，所以41A 縱然唔係咩大線，客量都唔會去到太差。反觀76，因為係去銅鑼灣，所以走線會比41A 迂迴。加上隨住時間推移，有唔少不利76嘅改動出現。首先，1982年76同小巴5號對調，由原本經跑馬地去銅鑼灣，變咗行更迂迴、少啲人嘅司徒拔道。1988年4C 小巴開辦，由石排灣行香港仔隧道直去銅鑼灣。因為路線使用量向來就唔高，於是2003年為咗減少軒尼詩道嘅巴士流量，呢條路線就俾運輸署建議改道，往銅鑼灣方向改經禮頓道同邊寧頓街。大家要知道，邊寧頓街係銅鑼灣嘅邊疆，同銅鑼灣核心有段距離。最後2022年76終於喺 RPP 出現，被建議配合70、70A、70P 號線做重組整合資源。簡單嚟講，就係用70P 全日換76大部分時間縮去黃竹坑，同時部分時段由30分鐘一班減至60分鐘一班。最終呢項建議迅速喺同年9月實行。呢個改動明顯就係希望止損，進一步陰乾76客量亦喺改動後進一步下跌，而城巴亦理直氣壯咁喺1年後再改條線，大幅減少佢星期1至5嘅服務時間。直到今日76就繼續提供佢有限度社會責任形式嘅服務。最後一條我要講嘅路線係 89B。89B 係一條來往沙田圍同牛頭角嘅路線。深水清嘅朋友應該都知點解佢會出現喺呢條片度噶啦，不過都容我早啲介紹先。89B 自開辦到依家都係做成河東去九龍東嘅服務，早年係 89A 嘅分支，之後 89A 分拆咗做 80X、89X， 之後 89B 就同 80X 互有分工，兩者分別就在於佢哋喺沙田停站次序係反轉。同時 89B 係行獅子山隧道， 80X 就係行大老山隧道。 89B 本身就只係去到觀塘雅麗道，即係牛頭角站對出，覆蓋範圍唔算廣。不過後嚟 89B 都有延長去裕民坊同之後嘅觀塘站總站，而曾經呢條線雖然有 80X 同佢爭食，仍然有一定乘客支持。不過隨住時間推移，多咗直出大老山隧道嘅路線出現，已經少有蠶食 89B 嘅客。而之後一個新競爭者出現，就將 89B 徹底打殘。屯馬線喺2020年開第一期，2021年全線開通。89B 主力服務嘅客，車公廟站同大圍站沿線居民就可以搭屯馬線去鑽石山站轉觀塘線去觀塘一帶。雖然屯馬線以港鐵標準班次唔密，但路線開通，搭鐵由原本要轉2次車，變到淨係轉1次車就可以搞掂。加埋屯馬嘅走線係順路嘅，市民由城河東搭鐵去九龍東快咗唔少，令巴士更加冇立足之地。城河東同時有 80X 同 89B 一齊做類似角色之下，
80X 行大老山隧道觀感會比 89B 好，所以屯馬線一期開，雖然兩線都有跌客，但 80X 跌幅較低，只有 19.8%， 89B 就跌客 24.8%。雖然有競爭之後 80X 同 89B 都係水鬥水，不過 80X 收費高少少，同時主力服務嘅沙田圍因為搭鐵要搭多一個站，而巴士就直出九龍，所以沙田圍嘅人繼續搭巴士出九龍東嘅誘因會比大圍同車公廟站大。權衡輕重下，九巴就決定要陰乾 89B， 將客量集中喺 80X 度。就係咁，九巴就將路線撤出經常塞車嘅觀塘市中心，縮短至牛頭角總站。可能有啲觀眾會覺得路線係還原基本步，變返未延長去觀塘前嘅覆蓋範圍。不過港鐵嘅牛頭角站實際係喺牛頭角最南端，而今次 89B 縮去嘅牛頭角總站就係喺牛頭角正中心，實際上係近九龍灣站一啲。憑改動之後，有幾多站被取消，可以見得 89B 係被大幅縮短，覆蓋範圍細咗之後 89B 客量進一步下跌，繁忙時間得50幾人，即係40%客量都唔出奇。曾經仲可以做到15至30分鐘班嘅線，依家已經全日25至30分鐘班。因為外面有港鐵競爭，裏面有九巴 hea 做，就令 89B 淪為頹線。以上就係3條我想講嘅頹線，3條路線各有各問題，可以係代替品太多，可以係各種不利嘅改動，或者地鐵嘅出現令路線吸引力大減，都係老規矩啦。如果大家再有路線想我講，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今集時間又差唔多，我哋下集再見，拜。